这是最新开发的弥漫性变异病毒，可以通过空气传播，在最短的时间内让更多的人感染变异。虽然比不上 XT 病毒，也算勉强交差吧。他到底想干嘛？当然是要去做实验。 你们居然直接在我的研究所里实验药效，要是被矿家人知道怎么办？啊！他们来了更好。好多声音。 混蛋！你来这儿干什么？闭嘴！如果不想死，就快走。反正都死光了，怕什么？谁说他们都死了？如果他们再出现，就是把你吸干了，我也不会管你。你赶紧离开这里。别去！ 居然能发现我的藏身之处，小姑娘，挺不简单呢。你放开他！快走，别管我。好，如你所愿。还不快走！ 他竟然有这么强大的能量！他竟然吸走了我的力量！喂，喂，他到底是什么人？殷昊天的人前进研究所，这个我倒不意外。我比较担心的是，
你在天台上发现的那个新型变异人，居然拥有能够压制你的力量跟速度。奇怪，他怎么会出现在那里？肯定是殷浩天搞的鬼。本来想偷袭我，没想到却伤了别人。得提醒星炼跟岳武多注意点。对了，他们俩上哪儿去了？他们俩呀，赢了不少啊！你们兄妹俩一晚上在我的地盘赢了那么多钱，就想走人？没有那么容易。人可以走，钱必须留下。那我要是不给呢？哼！一定是要跑去哪里鬼混了。你是大哥，要多管教管教他们。我哪管得住他们？他们全被妈给宠坏了。玲玲要是还在，也用不着我那么替你们操心了。那要是把钱还给你，你就会放我们走吗？小美人儿，只要你肯陪我玩玩的话，我就……这么输不起，还好意思出来混？给我干掉他们！哥，要不让他们跳个舞啊？跳舞当然是你的任务了。你的帅是不要不要的，你的坏是不要不要的，你想要却说不要，要了又受不了，是男人敢不敢说要？我的美是不要不要的，我的爱是不要不要的，上了妆你想要，卸了妆又不要，我想你还是没吃药，你要不要？你要飞机我给你打炮，你要飞机我给你打炮，你要飞机我给你打炮，你要飞机我给你打炮。你的帅是不要不要的，你的坏是不要不要的。大哥，你们两个玩够了没有？哥，我们知错了，你别生气。错哪儿了？我只是用电击跟他们玩了一下，没杀他们。最近有新型变异人出现，你们两个还在这胡闹。我知道了。知道了。哎，大哥，这里就交给你了。大哥，我们走了。
睡得真舒服。我怎么会在医院啊？是邝慕辰医生救你的。哎，紫苏，也不知道你是怎么了，一直在睡觉，叫也叫不醒。给你做了各项的检查，什么毛病都没有。我好得不得了，浑身都充满了力量。紫苏，告诉你件大事儿。这个世界上有妖怪。他们不是妖怪，他们是被病毒感染，产生变异的变异人。这不是我偷的，是我捡的，我还准备还给你呢。哎，你别走啊！我可是上古昆仑巫女传人，你再跟我说说变异人的事儿呗。要不是那条项链，你早就死了。什么项链啊？这是我妈妈留给我的。我先去车上休息一下，下一场戏快要开始的时候再叫我。好的，姐。哎，对了，姐，这几天好像有人鬼鬼祟祟跟着我们，用不用我留下来陪你啊？哼，你好啊，大明星。你们是什么人？你老爸是 KSL 的研发主管吧？我们不要钱，只要他把配方交出来就行。那配方对普通人来说不过是张废纸。说，你们幕后主使是谁？女人只要漂亮就够了，太聪明容易红颜薄命。不要杀我，我会好好配合的。那，如你所见，79号白煞也是个失败品。虽然生存时间有进步，对于阳光的抵抗力也在增强，但是战斗力依然很弱。有这种程度，已经足够了。不行，他们的 DNA 与智能芯片系统的兼容度还有待提高，需要继续试验。你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完成 XT 病毒？我还需要一些时间。喂，你是哪位？照片看到了吧？你女儿在我手里，你要敢告诉任何人，就等着收尸吧。我的女儿现在安全吗？只要你乖乖听话，她自然安全。等我电话。喂，喂，喂！这是你派人干的吧？你觉得呢？KSL 精华素，留住你的永恒之美。你真是雨桐啊！你扮成这样，我哪知道你是雨桐啊？你过来，来，你干嘛？过来把我拉上去啊！
那你别把我拉下水啊！哎呦，我不拉你，真的？真的，你保证？保证。发誓。我发誓。哎，来，过来吧你！你不是说好不拖我下水的吗？谁让你先把我踢下水的？谁让你先踢我的？谁让你先踢我的？谁让你踢我的？我投降！过来吧，告诉你个秘密。过来！什么秘密啊？什么变异人啊？你脑子是不是坏掉了你？你脑子才坏了呢！你坏！来吧，这屋。我爸出去开会了，你先待在这里，我一会儿来找你啊。好。东西就在里面。请进。说吧，要怎么样才放了我女儿？把 KSL 配方给我。哼，这个我已经按你们的要求准备好了，拿去吧。我还需要一个东西。什么东西 ？XT 病毒。病毒我都是加密的，就算你们抢走，也没有人能看得懂的。当然了，如果要是偷走了就能够用的话，那我们也没必要这么大费周章了。哦，对了，给你看样东西。大明星，只要你听话，我们不会真的炸死你的，啊？如果你要是不配合，我让你一辈子也见不到你女儿。好吧，资料我可以给你，但是我要知道背后的买家是谁。你少废话。雨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先别管那么多了，先救嘉玲姐吧。哎，别跑！给我站住！别跑！你怎么在这儿？你别拦我，嘉玲姐出事了！你干什么？嘉玲，嘉玲！嘉玲，沐晨，嘉玲，嘉玲，你没事吧？嘉玲，沐晨，我每次遇到危险，你都第一个来救我，为什么还要离开我？先别说了，我们去医院吧，好吗？来，徐叔叔，好，走走。徐教授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那两个绑匪劫持了嘉玲，想逼我交出 KSL 的配方。幸亏你们的帮忙，才及时救出了嘉玲。最后那两个绑匪引爆了炸弹，想要跟我们同归于尽。
要不是大家都反应及时，今天可能就见不着你们了。我可以作证啊，那2个绑匪绑架了嘉玲姐，还敲诈徐叔叔。只可惜啊，要不是没有某人来捣乱，我早就过去救他们了，说不定就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。唉，哎，你别走，你说，嘉玲姐出事儿是不是跟变异人有关？你到底想隐瞒什么？从今以后，不准你踏进天星研究所一步。你越这样，就证明你心里有鬼。只有你会走啊，我也会走。哎，爸，你先照顾老姐，我去看看雨桐啊，免得她又惹事儿。好。啊他们都走了。你今天这事儿闹得也太大了。反正所有证据都炸没了，算他们倒霉。还好，没被沐尘发现破绽。是因为他眼里只有我。你还不打算放手吗？当年我们会分手，是因为他怕伤害到我，也是时候让他回到我身边了。嘉玲，你太沉迷于这段感情了，你这样下去会失去理智的，你知道吧？我累了，我想先休息。好吧，你自己多保重，我先走了。要得到 XT 病毒，只能另想办法了。知道谁是绑架案的幕后主谋了吗？大人，那2个绑匪想把 KSL 的配方卖给外国公司，没想到却失手炸死了自己。我想，应该没有人指使。只是为了钱？魔月水晶，去帮我调查清楚一件事情。这场爆炸弄得研究所的工作人员都要到很远的地方去停车，真是太不方便了。这爆炸现场损坏得太严重，没留下任何线索，查不出绑匪的身份。不过好在你跟嘉玲都没受太重的伤。好，多亏了沐尘和雨桐及时帮忙，我们才脱离危险。最近研究所确实不太平，我会让沐尘好好调查一下。你也要格外小心。徐叔叔，我要当天星研究所的研究员。哎呦，你这孩子，招聘面试要到人事部，你说你在这儿拦车多危险啊！那个邝沐尘，他跟我有私人恩怨，肯定不会让我过关的。徐叔叔，你就帮帮我嘛！行了行了，我回去研究一下啊，到时候再跟你联系好吗？我不管，你现在就答应我。慢一点啊！不，危险！
已经不行了。只要还有1%的希望，就必须要救。你看这还行吗？多危险呀！这躺地上啊，够凉的这是。看来快不行了。哎呀，真可怜呀！奶奶，让一下。快救救老奶奶！快救救她！有脉搏了，奶奶。哎呦，你看看，好了，奶奶你醒了，这下就好了。你有哪里不舒服吗？吓我一跳，我还以为这个老婆婆真的不行了呢。那个冯雨桐，差点害死一条人命。你误会他了，沐晨，他是为了救孩子，车祸纯属意外，事故还是因他而起。在你眼里，我就那么差劲吗？谢谢。这一杯啊，原本是给你的。雨桐啊，你这是生气了？哎呀，徐叔叔，我之所以死乞白赖想进研究所，是因为紫苏她突然被一个白眼睛的妖怪袭击了，我一定要帮她查出真相。哦，就凭你？就凭我，怎么样？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怎么，他们无辜被杀，你心疼吗？哼，怎么会呢？我只是嫌他们毫无还手之力，杀得不痛快而已。哼，你放心好了，下一个就轮到邝沐晨了。可是邝沐晨实力那么强，恐怕和我们4大天王之力也没有10足的胜算。当年是除妖师害死了你的父母，难道你不想报仇了？儿子，赶紧跑，不要管我们，赶紧走！爸妈，你们在这等我，我去找人救你们。快走！其实这次行动，我们另有目的。爸，我和他怎么会有缘分？那为什么每次他遇到危险的时候，
你都能感觉得到呢？就算有，肯定也是孽缘。其实那个雨桐，我觉得跟你母亲还挺像的。爸，她怎么能跟妈妈相比呢？我看得出来，雨桐虽然性格莽撞，但是她跟玲玲一样，有颗善良的心。我也曾经爱过一个女孩，她也很善良，只可惜我们不能在一起。你跟那个徐嘉玲，天生命格相克。那次车祸就是一个惩罚。爸，如果不是当时你狠心离开，恐怕她现在早就没命了。好了，沐晨，别想那么多了，上天自有安排。喂，开心。什么？爸，有一批实习生在黑山采集标本的时候，集体失踪了。黑山？我接个电话。喂，什么？行，我马上过去。雨桐，实验室出事了。出什么事了？有几个实习生在黑山失踪了。又是研究所出事。我要去找他们。哎，等一下，我也要去。哎，雨桐，你别闹了。不行，你等我一下啊。哎，古大叔，我今天有事儿，我改天再来找你啊。哎，你等等我，等等我，等等我。哎呀，等等，雨桐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有人在山上布下了结界，那些实习生恐怕凶多吉少。我去救他们。沐晨，这恐怕是个陷阱。爸，我会小心的。大哥，带我们去呗。那边太危险了，你们不能去。哥，你别老把我们当小孩嘛！斩妖除魔的事，我们也有责任呢。啊，大哥，带上我们呗。让他们陪你一起去吧。哥，大哥，好吧，一切听我的指挥，好吗？Yes sir。怎么绕来绕去还是这里啊？这里好像有结界。啊？喂，你怎么进去的？都跟你说了，我是巫女。巫什么女啊？我看就是个神婆。把手给我，我拉你。厉害呀！厉害吧？啊，咱们走吧。走。有结界，让我来。好了，我们走。
看来我们要分头行动了。在整个结界里面，我们的力量会被压制。你们俩万事小心。遇到危险，立刻给我发信号。好的，大哥。去吧。行令，有武，注意安全。又想用幻术吗？喂，醒醒！救我！对不起。你是来救人的，哼，还是来杀人的？我先杀了你！你越使用能力，毒素蔓延的越快。这是我在来的路上做的记号，看来我们已经迷路了。我看我们不止迷路了，我们还中毒了。这烟雾有毒，我们再走不出去就完了。要不我们找大哥来救我们吧？不行，这点小麻烦都对付不了，那要我们还有什么用？好吧，那我们继续找出路。这儿怎么这么多石头啊？而且摆放的还很整齐。这里阴气很重，失踪的人应该就在附近。雨桐，你觉不觉得这些石头摆放的很奇怪啊？黑暗之石，活人之躯，妖怪之毒，这是神之阵！救命啊！他们就是失踪的实习生。他们好像没死，我们快想办法把他们救下来吧。这怎么救啊？我们把石头搬开。啊，走！快跑！
世的家伙，差点破坏了我的阵法。哼，幸好只是来了2个人。这条路我已经布下了结界，按理说，普通的人找不到才对。可能是这个女孩真的有点灵力，所以穿越了结界，找到这里。上次让她吸走了我的力量，干脆除掉她，以免后患。等等，留着她，说不定还会有点用。也好，邝牧尘肯定会来救她。徐嫂，徐嫂，雨桐。 你还真是碍事。怎么又是他？怎么每次都是你来救我？也太没面子了。多冤你，别碍事。哼，告诉你个好消息，这些实习生还没有真正的死掉。天黑之前，他们的毒会自动解除。不过，能不能活到那个时候，就取决于你了。 这里有尸神之阵，变异人的能力会增强，而你的会减弱。再不拔剑就会死的。我已经错杀了一个人，不能再让他们死掉。
现，他果然中计了。如姬，沐晨，沐晨。 沐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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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沐晨。 沐晨，沐晨，沐晨，你的毒素蔓延的速度好快。幸好那刀没有伤到要害，只要花点时间，我还能压制住毒素。沐晨，沐晨。 妈妈，你快帮帮我！沐晨，大哥出事了，就在前面，快走！沐晨，沐晨，沐晨。 他居然有那么强大的力量，幸好他不会使用。等等，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，别再节外生枝了，走吧。这可是杀邝沐晨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 先走，我来断后。快走！
不靠谱，不靠谱。司雨桐。呀，别走，小妞儿，再一个人。一个人呐，抢劫包留下，人可以走。还行。干嘛呀？干嘛呀？大白天的，有病啊你们！住手！呵，干他！怪我，怪我！走走走！你受伤了，我送你去医院吧。不需要医治，愚蠢的人类，走开！可是你刚才救了我呀，我帮你是应该的。走吧。滚！你再不走，我杀了你！奇怪，走就走嘛。奇怪，这个人的气息怎么突然就消失了呢？他伤得那么重，又被我们追杀一个晚上，说不定他已经死了。难道说的是他？此次属下作战不利，导致赤焰下落不明，我甘愿受罚。我要的东西，你找到了吗？在这里。下去吧。当时没有把邝家人全部杀死，竟因祸得福啊！血月之夜，快来临吧！小心！走吧。怎么还是抖得这么厉害呀？怎么办？对不起，这次没能照顾好子昂和雨桐。他们中的毒很奇特，我需要时间来配药方。你来照顾他们。
昊天居然派龙息来伤害我的儿子，我是不会放过他们的。爸，既然变异人才是人类进化方向的话，我们不如就用 XT 病毒来救子昂和雨桐好了。XT 病毒只完成了一半，实验体虽然攻击力惊人，但是依然无法抑制对人体能量的渴望。我不想让子昂和雨桐都变成只会杀人的怪物。我也不想要子昂出任何事，可是爸，这样我们要怎么样对付龙息啊？我曾经提取过龙息的血液样本，发现他长期用毒，体内的变异病毒被抑制，超能力也出现了下降，所以他才为得到 XT 病毒而找人绑架你。难道变异人也可以变成正常人？矿天师高薪聘请我，就是为了研制病毒的血清。没想到我们误打误撞，竟在龙息的身上找到了突破口。爸，如果变异血清研究成功的话，我们对付殷昊天就更有胜算了。我去找解药。龙息，你给我出来！你为了 ST 病毒绑架我也就算，为什么要杀我弟弟和雨桐？干嘛这么激动啊？你弟弟和那个巫女是误伤，不过你想要解药的话，还是要付出点代价的。这是你要的。哼，怎么只有1瓶？这是我们用200个变异人提炼出来的，我们已经没有多的变异人可以用了。实验供体我可以搞定，你不怕被殷昊天发现？殷昊天从来都不相信任何人，更何况你们隐瞒 XT 病毒进度的事情，他已经有所察觉。你还是好好担心你自己吧。你回去的时候最好开车快一点，因为再过2个小时，他们就毒发身亡了。嘉玲，爸，你的脚怎么了？我没事，这是解药。哦，太好了，走。放心吧，会没事的。
能听见我说话吗？雨桐，雨桐，快，心脏起搏器！徐教授，让我试一下。放心吧，他没事了。嘉玲怎么在这儿？哎，嘉玲，你没事吧？原来是个小姑娘，这么晚了，跑这来干嘛？大叔，我迷路了，你能送我回家吗？好吧，我开车送你回去。你家住哪儿？不远，就在郊区。大叔，您收拾东西是要出远门吗？最近遇到点麻烦事儿，出去转一转。对了，你赶紧上车吧，现在外面很危险的啊！想走？把龙甲铭文留下。你到底是谁？你是殷昊天派来的吧？你也是变异人？何止！我以前是殷昊天的军师，没想到他会这样子。但我不认为毁灭人类才是拯救变异人的唯一方法，就带走了他的宝物。之后我就隐藏在人类社会生活，可惜还是被他找到了。把东西交出来，我不会让你死得那么难受。哼！我宁愿毁掉它，也不会把龙甲铭文留给殷昊天。这么大的人还会摔倒，怎么那么不小心？你在担心我吗？子昂他们已经脱离危险了，我先送你回家吧。沐晨，过去的事都过去了，我们重新开始吧。我知道是因为过去变异人追杀你，害我出车祸受重伤，你才会离开我。现在我身上的伤都好了，可是我心里的伤还需要你来治愈啊。嘉玲，嘉玲，你醒醒！我爸爸早已跟我说过，我和你命格相克，可我偏不听，偏要和你在一起，把你害成这样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为了不让你再受到伤害，我会离开你，但我的心会和你在一起。我会永远爱你。
夏玲，我可以付出一切来保护你，但是，对不起，我无法放弃过去，我无法忍受我爱的人因为我而受伤，我没有资格接受任何人的感情，对不起。 没关系，只要你不爱上别人，你的心就永远属于我。五色石怎么样了？按照大人的吩咐，计划进行得很顺利。 古玄经呢？属下无能，让他跑了。这种小把戏也能骗得了我？属下办事不力，我现在就去把古玄经给抓回来。 别让我失望。是。雨桐，你醒了？这是哪儿啊？这是医院啊。那沐晨呢？哦，他出去了。他伤得那么重，我去看看他吧。哎，不行。 你现在身体还没有好，还不能出去。来，躺下休息。我饿了，我想吃那家的蛋糕。行，等我。昨晚我市发生一起凶杀案，在我旁边这位就是目击者。他们平时特别恩爱，没想到刘敏竟然杀死他自己的妻子，那场面真是可怕，太吓人了。古大叔，速来古董店，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？ 因为嫌疑人极度危险，所以请广大市民看见此人后就立即联系警方。刘敏，男，中年男子。雨桐，我。大哥已经是极限了，我去拿血清。大哥，快！大哥，你这次受伤太重了。要是没有老爸弄来的血清，都不知道哥这次会变成什么样。您不用担心我，龙溪的毒已经清除干净了，受的那点伤，我想是没有问题的。冯雨桐居然不顾自己的性命替你净化毒素，他是不是喜欢上你了？雨桐，雨桐。对了，刚刚雨桐打电话过来找你有事。那你就说我很忙，没有时间见他。但他刚刚救了你啊！你就说我在疗伤，没有时间见他。
见我。你不见我，我可以叫你来见我呀。我的脚，邝不成。你真的来了？你不是说不宜见客的吗？这很好玩吗？谁叫你不见我？哎，好了，对不起嘛，我只想看一下你怎么样了。你现在也见到我，那我可以走了。哎，我真的有事儿跟你说，你陪我去见一下古大叔好不好？什么人啊！不去就不去，我自己去。古大叔去哪儿了？邝沐晨，我还没喊救命就来了，我们俩已经有心灵感应了。我只是很担心你，结果没想到你还真的出事了。对了，那个古大叔在什么地方？他在镜子里，只是我还不知道怎么进去找他。镜子里？嗯。我们还是先找找镜子的入口，应该是有什么机关。你好好想想，是不是忽略了什么？古大叔之前是不是跟你说过什么奇怪的话，或者做过什么奇怪的事情？奇怪的话，他倒是经常说，凡事要反过来想一想。你这是翻过来想，反过来想应该是另一边。啊？可那边也没什么呀，你看，那边好歹有个镜子，这边啊就只有大白墙。上，一通。古大叔，古大叔，你快醒醒啊！古大叔，古大叔，我终于等到你来了。古大叔，你怎么伤成这样啊？我的伤很重，已经没救了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你一定会好起来的。雨桐，你妈妈当年曾经救过我一命，所以我一直在暗中保护你。我知道，教你各种法术。如今
我不行了，我有一个秘密要告诉你。什么不行啊，古大叔，你别胡说，你一定会好起来的。我曾经是殷昊天的军师。军师？他一直在四处搜寻上古神器。上古神器，目的是要召唤暗黑神重回人间，毁灭世界。你一定要阻止他召回其他神器。什么其他神器啊？4件神器分别由我们4个人掌管。那个不是我妈妈吗？她早就失踪了呀。你妈妈曾经说过，她保护的上古神器的秘密就藏在这张照片里，但我始终没能破解。古大叔，古大叔，你的神器在什么地方？古大叔，我现在就带你出去疗伤。于头，龙家铭文就交给你了。古大叔，古大叔。龙甲铭文原来藏在他的身体里，雨桐，把它给我。